嚟問下大家日常護髮知識 ，Let's go！ 你幾耐洗一次頭上？呢個問題咁難答嘅，我每晚都洗頭，幾日洗嘅？我係隔日洗，我都係。如果我有時星期六日都唔出門，我可能星期日先洗。咁就拖太耐。等頭髮專家 Bella 為你解答。大家都做得好啱啊！頭髮最好每日要洗一次，但最少隔日都要洗一次。你平時有冇吹頭嘅習慣啊？有啊，一定要吹頭。有啊，吹到好乾啊。如果你有吹頭嘅習慣就會最好啊。頭髮太長，咁你就好容易甩頭髮。有吹頭嘅習慣就最好啦。頭皮長期處於濕潤嘅狀態，好容易導致甩頭髮㗎。用幾多度到熱力掃型180、170、180、180。最好咧就唔好超過140度咯，仲好容易開叉㗎。怪唔知我覺得我啲頭髮成日都開叉啦。大家都要小心啲啦。熱力掃型嘅溫度最好控制喺140度以內，過熱嘅溫度會損害到頭髮嘅輪皮層，會令到秀髮開叉㗎。好啦，我學到嘢啦，多謝你哋啊！